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，随着时代的演进，传统的产业是愈来愈歹生存。譬如讲，已经有300年历史的人工拍盐的产业，伫民国90年已经互淘汰了。但是想袂到，伫家己的布地有人投身这个产业，靠着老盐工的经验，甲年轻世代创新的观念，互这个产业搁活起来。 伫日头骹将盐甲扯起来，拍盐是看天食饭的工课。目前台湾只剩3位有伫做人工的拍盐，北门井卡盐田、金门西园盐田，甲家己布地洲南盐田。除了要有好天气，嘛要传承经验。自讲考年，传统盐田拢被废掉去，老盐工只能领补偿金退休后来转业。 本来是咧做记者蔡金桥，10月当前想讲会使为家乡盐业的文化做啥物代志，经过好这老盐工的旺盛斗志感动着，就重新启用洲南盐场。以前老员工其实他们年纪都已经很大了，那么他们的技术，我们年轻一辈怎么去学，怎么去感觉哈，怎么去传承这个经验，一直都是到现在的为止都是我们很大的一个挑战。 蔡金桥10多年来一直研究，佮结合文创设计，和这个要被宣判死刑的手工拍盐的产业，到即卖已经创造出一年320万的营收，上称就是这个高级餐厅用得到的盐花。盐花就是只有在每年差不多4、5月的时候，天气很热才会结晶出来的，漂浮在水面上，它薄薄的一层。那它会用来适合撒在食材上面，例如说撒在牛排上面啊，会有很多想要发展台湾特色风味的业者。 好，那他愿意用台湾海来试看看，那我觉得这算是我们的骄傲了。自讲考1年，因为废盐的政策，和盐田变成基地，加在有布地主地蔡金桥的拍拼，以文化观光创意产业的风貌，搁重现。